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3月20 AM 新闻，我是嘉豪。今日发生啥物大事代，头先就来报您知。在今日国内国增加27例武汉肺炎确诊病例，目前已经有135例。指挥中心也将全球旅游疫情建议提升到第3级。今日中央银行港利息国安基金有护盘准备，但估计今日收盘是起552点。意大利疫情比中国更加严重，19日就死400多人，目前有405人死亡，医疗体系恐吓崩盘。在今日台湾国增加27例武汉肺炎确诊病例，其中有24例是对境外入来的，有3个是本土案例。目前全台湾已经有135人受到感染，不过伫北部数一位感染者在今日过身啊。疫情指挥中心也将全世界的旅游疫情建议提升到第3级，若准是无必要，而且民众唔通出国。中国的15国来一个白牌车司机因为感染武汉肺炎死亡。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20日宣布新增加一个死亡个案，就是中国的确诊的第27例。2月初六出现咳嗽、流鼻水等等的症状，初九发烧去互诊断做肺炎住院治疗，10日出现喘气正喘的状况，转交予病房。20怀疑是气流转符合隔离病房，而且伫咧2月采检送检确诊，经过个月的治疗，也是不幸来死亡。尝试过抗艾滋病毒的药物，那也尝过奎宁类chloroquine 类的药物，因为情况还是不容易好转，然后最后因为有败血症、并发败血症休克而过世。除了公布一个死亡病例以外，国内嘛一困头新增加27例确诊个案，其中24例境外移入，3例是本土个案。伫咧境外移入的部分，有15位女性、9位男性，年龄伫咧10外岁至80外岁。入境的时间伫咧3月初6至18，发病时间伫咧3月初5至18。旅游的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法国、卢森堡、比利时、埃及等等18个国家，其中8个人捌有真济国的旅游史，若是3个本土病例，分别是第130例、第124例甲第134例。第124例是30外岁的男性，无出国史，伫咧3月17发病，18家己去互医生看，采检通报20确诊。第130例是第59例共班的女同学，3月17发病，经过采检通报确诊，是因班第3个确诊个案。3个人读的学校拄20开始停课到27。第134例嘛是最近无旅游史，其他带做伙厝内的人嘛无疑似症状。卫生单位会进一步针对个案的工作地点来进行调查，通好查清楚感染源是拄倒位来的。有一位是埃及的埃及的旅行团的美国移入的个案2例有一个是85案85的同行的友人。那土耳其这个是他们同飞机的坐在邻近124，他周围大概有一些他的同事是从美国回来的。那130案让他同班座位在他的前面。到目前为止，台湾的确诊病例总共有135个人，其中确诊个案内底有2个人死亡。因为台湾人去国际旅游拢有感染的风险，指挥中心嘛宣布提高全国旅游疫情建议到第3级。台湾人应该避免所有非必要性的出国旅游，若是到国外入境的人，拢必须要进行14天的居家检疫。记者综合报道。伫南部即回国大学生洪话着啊，是12人去法国实习，也因为当地停课，因17做伙坐飞机回来到台湾，伫机场就互体检，发现讲去治疗武汉肺炎，也因为这12人伫台湾是直接在家检疫，是袂影响到校园的安全。学校敢若剩2个出入口，入来必须要登记，还有磅体温。南部这间大学因为环境较封闭，防疫做较严，毋过19尾仔学校紧急发全校防疫通知，主动通知讲有学生感染武汉肺炎，但是嘛强调讲学校真安全，因为这个病例是去法国实习，还未回来学校就确诊。不离个学校内底说流传讲，这个病例伫咧学校内底上课。学生的确是从法国回来，在机场接受检测，然后回到家里面一直到昨天下午才确定他确诊。那这段期间是都没有回到校园里面，他都是乖乖安心的在自己的家里。学校有说他根本没有入境啊，而且他还是在保护范围内，然后他在机场以后他就被进到负压隔离病房，所以其实没什么好担心的。
学校主动说明已经互校唔较平静，毋过这个病例是甲另外11个共校的学生。3月初伊出发去法国的卢阿河区商会实习，预计点到8月底，毋过17因为法国大天候，全部去互送倒来。到台湾的时阵，阁有另外3个人身体无爽快，嘛伫咧机场接受体检。有4位同学是接受那个检测的，那检测的结果就是1位。就是昨天确诊啊，有2位是阴性的，他们是正常的。那另外有1位结果还没有，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来，所以目前我们也是在等待这个结果。除了确诊个案就医，另外11个人目前拢伫咧居家检疫。学校强调讲，清早到即，其他的老师甲学生都毋捌甲这12个人接触，所以还未天课或者是启动线顶教学。不离个实习团出发进前，法国已经有100个病例。学校强调讲，出发的前一天，专团的学生甲家长搁捌讨论，才会决定照常来出发。目前学校还阁有其他学生伫咧海外学习，若毋是当地疫情真紧急，校方未主动停止。记者综合报道。因为台湾的感染人数超过100人啊，真侪民众也开始惊吓，因也走去大卖场抢物资。行政院长苏贞昌也强调讲，国内粮食是真充足，另外也会针对假消息办更加严。高检署也讲，若准囤物资也搁压这个假销，相当爱关7年。疫情升悬引起民众惊吓，连日大卖场、货架顶悬的泡面罐头拢总被抢卖了了。早起苏贞昌伫立院受访时表示，国内粮食充足，应尽量买。毋过疫情时期禁止囤货毛利，唔通散布假信息，安若无会严格处罚。高检署也全力查缉。蔬菜水果多买一点台湾的农产品，也给农民加油，也是很好的事情。就是请大家不要传播假信息，也千万不要囤货牟利，因为这都是严重处罚的事情。囤积这个必要的民生物品啊，这个及防疫用物品啊，最重可以处到7年有期徒刑。最近有网友伫网络发文表示，厝内底老大人流传网络谣言，爱大家准备1个月粮食，搁领出银行存款，引起民众惊吓。调查局追查到一名新北市县长的民众指责约谈到案，因为信息内容已经触犯银行法125之1条，散布谣言损害银行金融机构信用，甲社会秩序违法法。国际疫情严重，各国陆续封锁边境，海外留学生也欠催安，政府是不是应开放家长？加催安互海外留学生，大家拢真关心。之前咱是无条件的开放啊，比如讲，啊无吼家长会当寄几十个啊，安尼几十个寄啊，互囡仔安尼啦，啊无囡仔伫遐真可怜啊，啊嘛袂当转来啊。有啦，这点有在计划讲，咱尽量过来生产到较济。苏贞昌表示，目前受限国内3年甲催安出口管制，要求驻外领事处配送催安或者是开放，寄去海外有困难，毋过有咧规划。但是名字是不是到一定程度了后，研究未来开放一定数量应寄互海外亲友。记者综合报道。为着要抢救股市，中央银行宣布调降利息，个案基金要传5000亿要护盘，金管会要提出相关的禁令。今日台股开盘就起135点，大盘指数重新徛登到9000点，今日收盘也是起552点。财经三大部会联手救股市，佮加上个案基金正式入场。美股道琼工业指数嘛拉甲底翻起，股内台股开盘起135.51点，盘面规个拢是红的，指数一路开悬走悬，盘中佮起价超过500点，大盘指数毋但重新徛登来9000点的大关，而且佮一解修复10日线，看起来政策护盘是有效的。过来买场起552.75点，收伫咧9234.09点，成交金额是2340亿。虽然是政府关心，也有在这个对股市方面的有一个帮助，不过希望不要大涨大跌。我的是在前面就套了，就是涨势起来，我的也不到本钱了，我还赔很多啊。我们不希望在这个恐慌性卖压发生之后再来决定进场啊，所以我们这次有点超前部署的意味，就是希望能够这个让金融市场的这个稳定还有信心能够维持住。
台股早盘8大类股拢做回起，大型款达股嘛是同款，包括股王大立光起甲停板，机票股台积电嘛起22块，收伫咧270块，两天完成提升。鸿海收盘是起6.74%，光电半导体类股的起的幅度拢超过8%，金融股落尾收盘嘛起6.5%。外资持续在卖，外资这边的态度什么时候开始趋缓，可能会是一个未来重要的一个上涨反弹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指标。苏建言强调，讲即个启动国安基金入场后盘并无特定指数范围，嘛毋是要用会当趁偌济钱来做目标，上主要考虑也是以稳定股市为优先。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意大利的疫情是一再的滚加，19日就死427人，到今已经有3405人死亡。这款的死亡人数也超过中国，变作全世界上界严重的国家。伫咧意大利的北部，也有真侪医护人员染病，恐惊会互医疗体系规个崩盘。新型冠状病毒伫咧意大利北部滚加，疫情上严重的伦巴第大区被加莫省，破病死去的人坐到目远无法度处理，派军车甲遗体送去其他地区火化。报纸附文一篇接一篇，就若像二战时期的死亡简报。所有病院的病床甲医护人员都已经紧绷。We are in desperate need of both nurses and physicians, together with ventilators and dispositives for protection. The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CESVI is helping us through a fundraising based on GoFundMe. 今日伦巴第大区克雷莫纳这间病院的加护病房，呼吸器替患者送诉的声音，语气哔哔叫，互人感觉真紧张。过去病院内底有50张病床，即马新增加120床，全部拢用来救新型冠状病毒的患者，啊，毋过也是无够用。退休的医师帕奥鲁奇去互定调倒来疫情的前线，伊讲上艰苦的毋是看到病人死去。是互因伫咧隔离的状况之下，身躯边无半个亲人，真孤单的离开世间。伊来超有2成医护人员嘛，拢已经感染。打毕业的医生嘛，爱随进入状况。Quindi questa situazione di emergenza ci ha messo ancora più a dura prova, nonostante l'arrivo di noi medici presi in una condizione di emergenza. 北部金融之都米兰，即间治疗真侪重症患者病院护士警告，疫情无法度控制，真侪同事拢破病啊，互医护工课更较沉重。Stressatissimi con una tensione altissima, la tensione psicologica è alle stelle e la situazione purtroppo non si riesce a contenere in tutta la regione Lombardia perché i contagi sono tantissimi, i morti non si contano neanche più. 医护人员的辛苦，民众拢看在眼内。罗马行路面顶来放圣母树，民众都通问来吊国旗，对咧唱国歌替因加油，嘛对病院第一线的人员致上最高的敬意。记者综合报道。美国的加州第19宣布讲要封州，要求4000万位居民千万唔通出门。美国的国务院第19也宣布讲，甲全世界的旅游警示提升到上关级，也就是第4级，呼吁民众较莫出国的。另外，伫纽约州疫情是愈来愈严重，19日就4152人感染，26人死亡。美国东西区纽约市已经有超过500名病人住院，其中将近180名病人伫加护病房救治。这礼拜每2天确诊人数就加倍升悬，17暗时913例，18就暴增到1871例。纽约市长白思豪当位批评总统川普防疫是无出动手，做代志拖拖刷刷。I will only say to the president, you are not using the tools of your office. This is one of the greatest emergencies our nation has faced in generations. Every tool must be brought to bear. 为加强掌控疫情的力度，纽约市将有效检疫的模式扩大到10间及时照护病院、7间社区健康中心，各增设4个德莱斯检疫站。纽约州全境超过4000确诊病例，已经将近800例住院。因为这疫情，住院率是19%。州长科莫虽然无认同纽约封州，不过为避免感染，继续开开，19提升工作人力控管。I am going to increase the density control today. No more than 25% of people can be in the workforce. That means 75%
of the workforce must stay at home. 为防止病毒生脱，美国国务院19宣布，将全球旅游警示提升到相关的第4级，呼吁民众避免所有出国活动。伫海外美国公民都会有心理准备，留伫当地一段长时间，若无交通情况许可之下，应该要赶紧回国。记者综合报道。阿根廷伫日前发布紧急命令了后，第19个宣布讲，到31为止，全国拢爱封城，也爱强制隔离，除了买生活物资，拢袂当出来。另外，南韩对2日开始，若对欧洲入境的人，拢爱全部体检。为了防范新型冠状病毒，阿根廷政府12发布全国紧急命令，即马各地的当地19宣布全国封城到31。A partir de las 0 horas de mañana, deberán someterse al aislamiento social preventivo y obligatorio. Esto quiere decir que a partir de ese momento nadie puede moverse de su residencia. 阿根廷规定，除了买民生物资甲药啊，所有人拢袂当外出。警方会伫个街路巡逻，若是无遵守规定，会进行处罚。来看亚洲疫情，南韩20决定会阁派2只包机到疫情严重的意大利撤侨，因为为欧洲入境的人内底有5派人拢畏着病毒，所以决定扩大边境的检疫，为2日开始对每一个为欧洲入境的人做病毒检测。伫南韩有超过20万的国民请愿禁止所有中国人入境。南韩政府表示，考虑到防疫的效果甲国民的利益，无要全面禁止。伫印度，除了宣布禁止出口喙暗、呼吸器甲制作喙暗、防护衫的原料，嘛宣布进行宵禁。除了服务民众的职业，像警消、医护人员甲媒体以外，所有人拢爱踮伫厝。2 दिन के बाद 22 मार्च रविवार को सुबह 7 बजे से रात 9 बजे तक सभी देशवासियों को जनता कर्फ्यू का पालन करना है。印尼原本伫南苏拉威西有一场超过8000人穆斯林参加的宗教集会，因为烦恼病毒传染，嘛临时决定延期。伫泰国是因为病人增加伤紧，决定动员军队加入街路的消毒工作。若是日本因为放假3天，疫情严重的大阪府，请民众尽量踮伫厝。疫情严重的欧洲国家摩纳哥王室成员艾伯特亲王确诊胃瘤，成做全球头一个确诊的领袖，目前已经接受治疗，伫phòng宮内底隔離辦公。西班牙是一天增加3000外的病人，累計病人超過18000個。法國政府為18開始對外出民眾開發，互首都巴黎的觀光景點人真少。最後來看中東國家伊朗病例嘛超過18000個，為了防疫，伫政前已經釋放8萬多名犯人，即馬拍算閣特赦1萬名犯人，部分是政治犯。記者連上報道。對着阮的鏡頭來看在地上大條，伫咧新北市有一個查甫人，伊伫在家檢疫期間走出門去，互衛生局該罰1萬塊，想袂到伊無納錢，佫家己走出國。這個案件移送到法務部執行處了後，也強制甲伊的銀行的錢扣押起來。新北市有一名男子2月7日違反居家檢疫的規定，伫外口拍走，強查到罰1萬塊。因若超過時間無去納錢，而且佫伫咧3月7日出國。新北市衛生局3月10日移送案件，法務部執行處台北分署正緊伫咧20強制來執行，扣這名男子伫咧銀行口座內底的錢，這是全台灣頭一個。那我們收到案子以後，馬上就去調查義務人的財產狀況跟他的行蹤。那我們發現義務人竟然在3月8號的時候就已經出境了，所以我們就直接針對他的銀行存款去做強制執行。對於這種財閥，我們會盡全力的去做強制執行。執行處台北分署伫咧接到案件5天以來，就發出扣押的命令。台北分署表示，因已經函過衛生局建立聯絡的管道，做伙合作展現執行力，要來阻擋民眾違規。新北市衛生局嘛指出，因計共已經開發55件。目前我們針對於居家檢疫已經累計裁罰了55案，那累計的金額達到330萬5千元。那如果到了繳費期限還是沒有收到民眾的繳款的話，我們就直接移送給法務部的行政執行署進行強制執行。那目前我們已經移送了7件。居家檢疫相關的案件，新北市衛生局已經開發超過330萬。這要提醒民眾愛配合防疫的工作，千萬唔通無要無緊，才袂變做是防疫的空棒。記者由緊張玉水台北報道。伫咧台中有一個社區，因的管委會竟然公告講，這個社區內有一個人去治療武漢肺炎，民眾看到到底是煩惱甲要害去。台中市衛生局表示講，這款行為已經犯到傳染病防治法了。
台中这社区打出提醒住户爱加强防疫，注意群组感染。不过原本也有这张公告，明确指出社区已经有武汉肺炎确诊案例，提醒住户配合防疫。不过公告一打，马上引起住户紧张。当地里长也一直接到里面的新闻电话，只是要提醒大家。做好这个防疫的一个工作，不论是戴口罩或者是洗手、酒精消毒，这方面他的出发点，我宁可相信是好的、善意的。那只是措辞遣词用句上面，可能没有说很精确的一个思虑。安尼较好吗？较好。后民众感觉公开较好，至少知影加强防疫。里长表示，社区管委会后来也感觉无甲力妥当，贴下原本的公告。不过，安尼是不是有触发的问题呢？主管机关台中市卫生局认为，安尼泄露相关病例资料，恐惊触犯传染病防治法第10条。不过，佫强调后续未有相关的处分。不过，法界有无同款的看法？他必须是要因为业务上而知悉这些病例的相关资料，他才会有构成犯罪的一个问题。那因为这个社区的人恐怕是不会因为业务上的关系去知悉到相关的一个个案的一个资料，所以我们认为在这个部分应该是不会违反到传染病防治法第10条的一个规定。有律师表示，原则上社区未被主管机关告知有确诊病人，而且也无牵涉告知，所以确实确诊的公告是事实。那安尼管委会应该无触犯。不过，若是不实的信息，应以传染病防治法定办，相关应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是并科300万以下罚金。记者综合报道。因为疫情的关系，真侪活动拢已经取消啊。想袂到伫南投所有业者要坚持要办电音 party， 而且也有真侪外国人会来到遮。民众也烦恼讲会发生群聚感染。第20下晡也去到现场抗议，警察局甲卫生局也随来了解状况。南投县政府最后是依照传染病防治法要求业者爱停办。民众伫电音 party 的会场外有抗议布条，要求业者停办活动。不过业者也提出关护公文，强调是合法申请，坚持活动爱照常办。现场气氛真紧张，好佳在警方早伫现场警戒，及时将上风救开。就是合法申请的活动啊，临时公园。我们政府，我们不管啦，政府都已经做得这么努力了，我希望不要因为个人的利益问题，造成我们国家社会的一种损失。当地人认为武汉肺炎确诊人数已经破100，而且病例一直增加。虽然电音 party 是伫户外农场办，不过为20开始要办3天，也有外国人参加，烦恼疫情扩大，希望业者延期。不过业者强调，人数无达到政府规定，故作停办。假设很严重的时候，学校就会停课嘛，让我们是以这个标准来做一个动作这样子。如果说今天学校停课，我们也会停办。因为这代表说疫情已经到了一个比较严重的地步了。我们已经3天了，跟这个活动的这个主人呢一直协商啊，叫他不要延期来办啊，但是他们坚决要办啊。尤其现在这么多人聚在一起啊，这个疫情啊会不会发生啊，是很难预料的。南投县府表示，已经真侪摆甲业者沟通，不过并无共识。卫生局会同警察局、社会甲劳动处、公务处等人员去现场强制执行检查。第20下暗晚，南投县府决定以传染病防治法第37条，下令主办业者停止活动。记者综合报道。对饭店过后，桃园机场也是陆陆续续有对美国、澳洲等来旅客，机场公司也加派防疫专车伫外面待命。干那挂吹暗是无够的，阁有旅客挂保护目镜，甚至穿防护衫，全套的防护。透早桃园机场有陆续为美洲、阁澳洲航线的旅客返来台湾。有旅客虽然伫飞机顶是坐足久的，毋过嘛毋敢食物件，阁有啉水，就惊喂着新型冠状病毒。其实我没有在飞机上吃东西，我也没喝水。对，我们2个都没有进食，所以你们口罩都没拿下来？对，都没拿下来。从纽华克飞回来的，纽华克纽泽西那边。是从出发到回来台湾，一路就是对，没错，因为我中间搭了3次航班，然后才回到台湾的。旅客落飞机了，爱交健康声明卡等检疫的资料，等防疫人员确认了，才会打电话开居家检疫的通知书，才会入境通关。20是搁较顺，旅客表示，伫网络写单是比纸本搁较紧。
因为我们一直都有 follow 台湾的新闻，所以知道说这个居家检疫，它需要先上网填一个单子，先 download 一个东西，所以我们在美国就填好了，进来很快。高铁又不能搭，对啊，有巴士的话当然会比较好，算便宜啦，因为防疫专车好像要高铁的2倍吧，对啊，那就蛮贵的，那这才400块。 根据有报，桃园机场20入境的人数是7628个人，出境5716个人，总共13398个人。机场公司加派防疫专车来疏运，排班的计程车，桃园机场有400台，松山机场支援100台，总共500台，租赁车200台，游览车逐天有50车次，等待时间超有30分钟。记者综合报道。 对19开始，只要入境的人拢爱在家检疫14天。台北地区的防疫旅馆是拢客满，不过新北市也等咧安排1天1000块的防疫旅馆，要互民众省钱佮安心。另外，新北市也宣布讲，新北市内病院佮护理之家拢是禁止探病。 国内疫情上升，为着保护老大人、慢性病患者去话着，新北市政府宣布，对20起所属所有53间病院的一般病房加护理之家禁止探病，陪伴看病敢若限1个人，加护病房受探病时段上最是2个人。 在一般的病房，我们是禁止探病，那陪病呢也只限1人。那加护病房呢，也要定探病的时段，然后每一次呢只能够有2人进去。 最近转来台湾的民众人数大增，新北市一日也增加1300多名伫厝检疫人口，防疫旅馆拢无够，双北防疫旅馆拢客满。新北市议员伫咧洽谈合作旅馆，希望增加到2000间沿用的防疫旅馆房间。 目前已经有188间的旅馆可以达到供应的量。那在持续的沟通下，我们希望目标能超到1000间以上。最终的目标，希望市长还希望我们有2000间的这个防疫旅馆。 新北市管路局20赶紧协调新北市旅馆工会推出3节到5节家属安心价，一天省1000块，鼓励予检疫的人住伫厝内，厝内的人去住旅馆。其中已经有100间旅馆参加。李国勇市府是介绍2间合法的旅宿业者正做防疫优先旅馆，应提供20-30间的房间，介绍大概是1040到1800块中间。媒合了有2间的民间这个合法的这些旅宿业，是坐落在。 1400到1800左右。高雄市府对2月底调设防疫旅馆加公设检疫占据所，若是民众有需要住防疫优先旅馆，高雄市卫生局应介绍。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听歌水分明，因为疫情变严重啊，欧美国家也开始封锁出入，在当地亚太地区民众也想要赶回去因的国家。这款搬徙也让亚洲地区的感染人数一再增加，亚洲各国拢唔敢台湾，大家拢嘛是严守戒备。 伫穆斯林较侪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附近，原本拢是人真济，即间清真寺，这几天却是大门关起来，铁门挂着大大禁止进入的告示牌，边还有警察加强戒备。人口差不多甲中国同款侪印度，确诊人数破200人，不过各方强烈怀疑这数字只是一部分。总理莫迪是呼吁大家为20日礼拜1开始实施所谓的自主宵禁，时间为当地早起7点到半暝11点半。不过 根据金融时报的分析，这种类型的社区甚至多次封锁，诱开人甲人空间距离的做法，甚至亲像韩国用德莱斯形态路边体检，其实有伊的极限。报道认为，最近大量游客、留学生或者是外派人员，为后面倒来各自的亚洲国家，致使中韩台湾的境外移入病例增加。 在新增病例当中，过半的比例都是相当值得注意的警讯。另外，英国广播公司 BBC 也指出，韩国的大 Q 在疫情爆发初期，因为新天地耶稣教会团开，第二配股访视一间疗养院传出74个新病例，显示当地社区群组感染又完真严重。对所谓第二波疫情，韩国甲中日2个外交部长一直进行视讯会议，参详如何共同防疫。 우리 3국으로는 코로나19 확산 차단 방안과 함께 이번 사태로 인한 우리 국민들 간의 교류 협력의 위축, 또 경제 사회적 충격을 최소화할 수 있는 필요성에 대해서도 함께 고민할 필요가 있다고 다 공감하시리라고 생각합니다. 另外，印尼总统佐科威要求卫生单位增加体检试剂数量，扩大体检范围。苏拉威西岛原本有定穆斯林朝圣活动，当局已经下令取消。泰国是要求所有国家的旅客要提出健康证明了后，才允准入境。记者综合报道。
中国官方公布20个确诊病例有39例，而且这39例全部拢是对境外入来的。中国本地已经连续2天无增加病例了。WHO 的秘书长谭德赛学了中国讲了不起，不过香港在今日却是增加48例，而且全部拢有外国旅游史。医学团队也讲，病毒是愈来愈高传，有可能会发生本地大感染。中国公布武汉肺炎疫情继高峰期，20官方宣布新增加39例确诊，不过全数来自境外移入。连续2天，中国境内新增加的确诊比例是0。WHO 秘书长谭德赛更加讲，中国本土无人确诊是一项惊人的成就，也一直学了中国在疫苗研发上的表现。3月19日，我国首次实现新增本土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零报告。Just 60 days after the genetic sequence of the virus was shared by China, this is an incredible achievement. 不过，中国无本土新增加确诊比例，唔拿美国总统川普怀疑。日本首相麻生也讲，上好莫相信中国官方数字。不过，中国议员一直放出正向消息来保积极复工，甚至将5百姓除了武汉以外，市区疫情拢调降到低风险。而500民工也开始转来到各省来上班。不过，20天一天，香港却是出现一天新增加48例确诊的新冠纪录的2款的情形，多数拢去国外旅游过，其中一个人是机场的客運車司機。48宗入邊咧，就有36宗個案啦，都係去過外遊嘅。咁其他啲個案呢，就有啲咧係一啲密切接觸者嚟嘅。港大感染甲傳染病中心總監何佩良預計，未來2-3禮拜會有大批在高危險地區轉來香港的人，輸入確診個案有機會上少增加200例。伊講香港已經進入戰爭時的狀態，認為應該安排轉來香港人士到酒店做獨立隔離。港大團隊最新研究更加指出，新冠病毒患死率增加，本土會有大爆發這種風險。大概係第2個禮拜開始。你就會見得到係似乎係過咗香港由疫症開始以來，而家係我哋最高風險。牛隊會呼籲民眾唔通放鬆，疫情也衝擊香港航空業。香港快運20宣布會暫停3月23到下個月30期間所有航班營運。國泰航空甲國泰港聯是減少4月到5月96%的客運運量，只有夏季航班是無受影響。記者宋夏報道。头医生甲武汉肺炎以下出来，爱中国政府注意的中国医师李文亮，伫2月初也治病过网络。经过1个多月，中国国家监察委员会伫19公布事件的调查报告，认为当时训诫李文亮行为无妥当，要处分2位相关人员。不过，中国网友却认为讲，这款事后要甲代志扫平方式无诚意，虽然引起网络的言论战争。中华奥运代表团第20表示，因支持东京奥运照常举办，也认同国际奥会态度。到时阵若准有选手想要退出，因也袂勉强伊。不过，其他国家的奥运金牌选手也讲，东京遐尼坚持，等于是爱选手进退两难。包含中华代表团在内，亚洲40个国代表对国际奥会表示，要以运动员的健康为第一考虑，拢表示支持，无第2种声音。因此，其组团去东京，选手到时阵闹疑虑，未强迫参加。我们选手怎么评估？然后中华奥会和体育署提供他什么样的健康跟其他的这个客观资讯，让他们来做决定。国际奥会主席8号伫甲各国电话会议了后，强调会以负责任态度行事，以运动员为核心考虑，不过也承认目前确实有寡问题要面对。Confronted with many questions concerning the qualification system and the restrictions being in place now, we have still more than 4 months to go. 不过，包括目前正咧隔离的加拿大奥运金牌民众等真侪人，对这场奥运坚持办落去的决定有无同款的声音。Doing a disservice to people in the world, first of all, and then athletes, secondly, who are trying to prepare. I think it's unfair. There are the two big forces in Olympic athletes
life, which is the Olympics and everything else. And those two things are pulling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at this moment, and that is very, very difficult for them. 进前日本一份民调显示，有7成民众认为奥运应该延期。目前奥运盛会已经到日本，不过在推特上出现一段画面，好亲像在强盛馆已经点对盛会在强风之下被吹花，工作人员赶紧重新点对。记者综合报道。总统蔡英文昨是去视察为福部的国家实验室昆阳办公室，伊也感谢医检署替防疫伫咧费心神，也感谢专业的防疫国家队做回来对抗病毒。我们的这个检验的这个能量，一直在持续的往上走。现在有34家的指定的检验机构，那现在的能量应该是到达3200件一天了哈。这个数字跟我们在看口罩的数字，我们大家都觉得一样的期待的心情，希望它每一天都是增加的哈。那所以我要谢谢大家在这段时间以来的辛苦。总统蔡英文也强调讲，昆阳办公室甲检验时间对一日缩短到4点钟。目前疫情是进入到第2阶段，也感谢前线的医检署，若无医检署的检验，政府就无法度做相关的决策。接下来，咱来关心到咱台湾的产业。咱拢知影讲，疫情严重打击观光业，有国内旅游业者表示讲，上济会当冻到6月。若准疫情是一直拖到9月去，恐惊有一半业者拢会收起来。另外，交通部也要提出纾困2.0，大约有100亿的经费，要来补贴旅游业者来互因渡过难关。旅行社派专人去饭店考察饭店的防疫措施敢有做好，包括感受确实磅体温、门手电梯环啊感受消毒，旅游业者送旅游检检署的服务来推萨国度。这个秘密客，那么去全省的60个饭店呢，去做稽核，这个旅客当家人的概念呢。不过武汉肺炎疫情发生到今，观光旅游业的生意真歹。六间就市规个旅行社业者2月份的营收是4成，尤其是促销海外旅游团的乡西旅游，估计1月份到4月份的合并营收影响超53亿。有旅游业者烦恼讲，若是疫情继续到9月份，台湾有一半的业者可能会倒店。如果到9月的话，应该可能5成的旅行社都会撑不住；如果到年底的话，可能9成都会撑不住。交通部最近规划纾困2.0，强调讲是救命钱伫日本的方案，会来款100亿的金额，初步规划针对3000间旅行社甲4万的员工，直接来发补助款做救命钱。另外，旅馆业者甲员工，阁有合法民宿嘛计划直接补助，相关措施会进一步讨论了后公布。另外，针对旅游业退团的手续费嘛计划由政府补助，金额超是3亿，不过有业者烦恼讲看会到摕袂到。我们这次纾困2.0。来预算来做补助这些所需要付的手续费。升到了第3级，所以它产生的一些必要费用。那现在很多的这个有一些消费纠纷，也是因为在必要费用的一个认定。你说真正有收到5%手续费的这个部分，它的比例是比较小的。旅游业者表示，自3月19半暝开始，政府宣布禁止出团，还接待国外旅游团到4月底。针对主要业务是国外旅游团的业者来讲，冲击真大。即马政府纾困金额偌济已经毋是重点，要安怎摕到这条救命钱，才是业者上关心的代志。记者综合报道。本地北部某一间高中出现2个武汉肺炎感染者，因也停课到日7。这间学校在今日下晡又增加一个病例咯，目前拢总是3个。同款伫台北也有一间国中，有学校是对中国回来的，在家检疫了后，也开始出现咽喉痛的症头，学校也先停课1天。不过有家长甲老师也反映讲，学校是有大有细，是毋是应该用同款的标准？有2个确诊就要全校停课，就搁爱检讨过。武汉肺炎疫情严重，北部一间国中传出有一个学生初2为中国回来台湾，完成14天的居家检疫了后，回来学校上课，19出现咽喉痛的症状，学校唔敢大意，甲伊送去病院，而且提早部署。20全班实施预防性停课1天。台北市长关文德认为，就当作演习，嘛建议中央修订停课标准。疫情的消息还是由中央统一发布吧。但这样会不会有点反应过度？因为现在好像就是只有疑似而已，连确诊都没有。对啊，所以也不用太当做演习可以的。我们家长都非常忧心，也非常焦虑。
甚至有很多家长都不敢让孩子去上学。台北市真谨慎咧看待，加上北部某一间高中出现2个学生确诊，全学校20开始停课到27，加做全学校停课的头一例。因为学校本身就是社区的一部分，所以家长甲教师团体拢呼吁校园防疫爱阁升级。研议尽快配送红外线热像仪，像这样的机器不应该有不同县市、不同步调。校园防疫全面备战，不过学校有大间有小间，一间学校2个确诊，就要全学校停课，嘛防这个敢拢有效用。小一点的学校只有200人、300人，那这样的一个原则是不是一体适用？如果有2人这个会全校停课，但是呢，特别考量到实际上用疫情发展跟疫调结果，再给专家来帮忙做一个审酌。就刚才委员说的，这种弹性也是专家会议认为最能够符合实际啦。潘文忠强调，会配合疫情指挥中心的决定，甲校园的防疫做好。不过家长甲教师团体认为，未来2礼拜真关键，提升防疫配备，而且检讨停课的标准是爱第一优先。针对这点，教育部表示会甲意见反映予指挥中心全面来讨论。记者综合报道。伫咧北部有高中因为疫情停课，师大附中在今仔日也进行线顶课程的演练，目的就是若阵发生疫情爱停课，课程会当照进度来学习，上好是莫用到，不过总是有传的比较较安稳。正多上课，师大附中高中部的每一班学生提出手机或者是笔电，进入数学老师的直播教室。记得要先下载那个论的那个软体。老师看到每一个学生的面，要甲物件显示伫共享荧幕，若拍开模拟黑板功能，大家拢用写言反映意见。这个企业爱用的网络会议视讯平台论，经过附中团队测试，甲真实教学情景相共款，已经锁定用来网络教学。不过，真侪老师第一摆用无甲他顺手，要学生要伫习惯当中。操作上面还是会有一些就是小细节啊，有时候比方说主控权是在主持人身上，还是说在学生上面，所以这个要事先的那个，就是操作的时候要事先模拟一下。主要就是看老师的画面嘛，但是如果很卡的话，老师上课的时候也会没有办法，我们也没办法及时接收到老师的讯息。学校讲看到北部某一个高中全校停课，所以加速全校演练，师生先用好注册知影流程，老师搁练习，若是全校停课，应按照顺序行。做到100%直播教学。100%直播，其实它还会遇到一个状况啊，就是说，像艺能科的部分要怎么克服，同学要有手作啊，像体育课，那老师要怎么操作，这部分大概是问题会比较大的。体育甲技能课要如何操作，老师爱个讨论。伫这进前，学校爱个赶紧调查，全校3000名学生，有偌济弱势学生出来底无网络，为上摆的状况做好准备。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病例是一再增加，进前台大公卫学院的院长詹中权表示，台湾目前的市民应该爱宣布社区感染码。不过，疫情指挥中心的指挥官陈时中却认为讲，台湾只有零散的社区感染，目前上界重要的就是防止外面的感染者入来到台湾。武汉肺炎疫情确诊病例数一直上升，国内对3月14总计到即阵，一礼拜确诊人数达到85例，其中有6名本土个案。不过，有2个暂时也找无感染源。进前台大公卫学院院长詹中权表示，即阵台湾的疫情已经到了社区传播阶段。不过，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指挥官陈时中伫记者会上，佮再讲，这只是1.9量的社区感染。好，那以现在整个世界大流行的情况下，我们还是定位它在一个零星的社区感染，但是我们现在还是积极在这么大量的一个境外移入的情况下，要能做一个适当的管制，把这个境外移入跟社区能够把这个防线把它做好来。社区传播意思必须按照4个情形，其中包括确定病例无就找到感染源、本土感染个案远超过境外移入感染个案，也是出现持续性传播链。广泛发生互相烧话事件，这4个要件。但是中进前表示，由于无符合本土案例比境外移入较侪要件，不过由于唔敢放松。不过，公卫学者认为，确诊病例未少是轻症，甚至是无症状。即阵的防疫无用只是对境外移入方向来思考，因为未来的疫情调查应该爱往社区传播方向来思考，尤其是病人分流，无用干伫大病院，应该对社区做起。
我们目前的防疫措施还是主要在所谓的医院分流，好，不是从基层的诊所跟社区来做分流跟阻绝的工作。工会学者认为，社区感染台湾无度避免，不过民众也免惊吓，因为台湾也无需要封城封校，也是禁止人员接触的情形。不过也呼吁未来若是发动社区防疫，学校方面稳固离教学必须要更加落实，并且限制大型集会，老人用卖出门就卖出门。社区团部问题条件不哩大，政府唔能爱超前部署，更加爱超前来开始防范的做法。记者综合报道。世界各国拢正在开发对抗武汉肺炎的药啊。美国总统川表示讲，因有对抗肝热的药物，希望会当用伫咧对抗武汉肺炎。另外，伫英国也打算讲，伫1个月内要进行头一期的疫苗测试。新型冠状病毒疫情透过全球各国拢在研究治疗药啊。伫中国讲治疗马拉利亚药啊氯喹宁对肺炎病毒有疗效了后，美国总统川普嘛要求美国食品甲药物管理局爱研究是毋是会当用扩大用途的方式，确定药啊对患者敢真正有帮助。So chloroquine or hydroxychloroquine. Now, this is a common malaria drug. We're going to be able to make that drug available almost immediately, and that's where the FDA has been so great. 美国食药局讲会甲国际药厂合作，扩大生产甲研究这两个物质的效果。另外，嘛会找包括对抗病毒有效的药啊、瑞德西韦在其他治疗无共疾病的药啊，进行临床试验，当作是真正有放射进前的过渡药品。对强力喹宁的效果，目前已经有法国的科学家用药啊对24名病人进行6天的治疗，发现有79派患者体内病毒会消失。这和法国制药公司赛诺菲承诺会提供法国政府数百万剂的强力喹宁。即马英国嘛宣布会伫1个月内进行头一摆有放射的试验。We've put the first British corona patient into a randomised trial for drugs that may treat the disease. UK experts, scientists expect to start trials for the first vaccine within a month. 伫咧感染病毒的试剂，南韩科技内生物科技公司研发的快速筛检试剂，目前已经出口到全球差不多30个国家，包括沙烏地阿拉伯、阿联酋、希腊这些国家，希望会当加速检疫，阻止疫情继续拖。记者陈世龙报道。伫咧屏东雾台的下游溪野溪温泉，正受到众人欢迎，但是对外开放的名额是真有限。不过大部分的名额拢是甲过暝大旅社白做伙的。有的民众认为讲安尼做有因经营在地想法，不过对无想要休店的人来讲，一点仔就无公平。溪水清、山色水、山片骨溜溜的岩石，顶悬有一条一条无共的色水。大自然用奇巧画笔画出下游溪一片风景。伫溪流泡温泉，近来是正受欢迎。屏东雾台乡大武部落一日开放300人，常常拢互抢了，就爱旅游兼带房才订得到。导游溪质疑讲，安尼规定对无想要带妹旅客来讲，是毋是无公平？我们在报名的过程中是觉得还是真的蛮不方便的，而且真的蛮不透明的，而且蛮不便的。可是他们现在就是用住宿来绑这个名额，就是他又不想住宿，可是你又要他住宿，可是他不想住宿，他又没有名额可以进去。大武部落发展协会表示，大家限制300个名额，其中160个分配予当地旅社，是希望游客深度的体验，唔拿浸温泉，袂当浸伫咧部落的文化内底。协会指出，旅客所反映的问题，因会搁再讨论调整。希望在今年的这个游程结束，我们也希望能够用一个很好的找到一个很好的方式，可以替大家解套。那这个网络预约系统，它目前部落是交给部落目前试营运，但是状况还不是很理想。我们是希望在今年的5月1号，整个汛期、整个航游戏的行程一旦结束之后，我们和部落的族人坐下来好好的研商。乡长杜正杰指出，大武部落的旅游行程受欢迎，有3成9分。公司会继续甲部落协调，互申请的方式更较公平透明。记者综合报道。台湾农林公司伫屏东的老皮农场种500公顷的地，用科技设备做智慧化的管理，产量唔但增加，也打开台湾茶伫手冲茶饮料市场。
规大阵人伫地园内底扫草、种地树栽啊，无闲刺刺。即便出动遮尔侪人，这是因为这片地园有500公顷，是目前台湾高级区来讲上大区的地园，屏东内部的老比农场。遮尔大片的地园，除了爱请人工，佮需要智慧的机械设备来斗相共。我们从大地工程啊，从我们的一些气象站啊，所以一些机械化的设备，包括我们的滴灌系统，可以节省很多的人力。要顾一片500公顷的地园，实在是无简单。除了引入大型的农机、农用的无人机，嘛设置自动化的滴灌系统，由塑加工来压水、压肥，比传统的方式佫较省70派水、50派肥。毋但安尼，佫有微型的气象站、土壤的监测器，来甲管理者斗相共收集数据，分析大地地无共款的建造条件。我们就是要把查做好，那食安的问题，我们一定要符合所谓的一个政府的一个食安的一个规范。久而久之，我相信很多人在消费者的一个抉择之后，我相信应该会回归所谓的一个正常的一个理念，这样。8年的这地厂，台湾农林运用新的技术，要种出高品质的白地地，达到按算的出产超过3000吨的地米，达到市场需求的3成。面对国外地米俗价来抢市，农林主张食品安全优先，就是要拍开台湾茶伫咧连锁饮料店的市场。记者综合报道。台中的大甲文昌祠经过6年的整修，甲本地的老祖的庙宇重新翻新过，希望文昌帝君会当继续保庇落下种地主，互因金榜题名熬托世。台中大甲的文昌祠经过6年的整修，总算是完成啊！大甲区公所甲台中市文资处特别遵照鼓励，举办立会安坐科仪，恭请文昌帝君中心入去座位。在100年的时候，我们就发现说，大甲文昌祠的那个正殿，就是文昌帝君的那个上面的屋顶啊，开始在有漏水的情况，而且里面有一些木头都开始被那个白蚁腐蚀，然后也有所以造成它有一些损坏。那还有一些就是它外面的泥塑的部分有一些风化的情形。文资处表示，伫7当前，机关提起文昌祠有漏水爱整修，动工了后，也发现讲正殿的厝顶设施质有损害，佮向文化部争取经费来斗相共修复。杜那卡大地当的时阵，我们这个山川门的地方这边有损坏掉嘛，那时候就有一次修复嘛，所以说我们在那个上面有一幅那个图画哈，就是有日本的富士山嘛。所以你才晓得说啊，原来这个这间没有精修过。我们拜托公所说，请修缮单位就帮我们上一堂课。他这一次呢，重点修了哪一些东西，让我们了解，我们也要成长啊。以后我们就可以根据这些资料啊，再加以宣传介绍。这回修复的重点有正殿加三串殿，厝顶的剪帘、涂粒红仔加风水工程。其中上界大的改变，就是甲三串殿顶头的铃，根据日本时代相片改做下降拜塔的形体，未来也会培训导览志工，了解文昌祠的点点滴滴。记者综合报道。明仔天气是好也是歹，做伙来看预报你就知。北部地区对18度到29度。中部地区对19度到29度，南部地区对21度到31度，东部地区对19度到28度。咱来看外岛地区，对14度到26度。节目最后也带您来去世界行行看看咧，也感谢您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咱再会。Thank you.